来看行政院今仔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其中编194亿，要来拨补公教的退付基金。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今仔早起佮去行政院来表达诉求，因要求行政院爱依照10档的精算方案拨补基金，因无要离厝的年解哦。已经绝食48点钟的理事长侯俊良，嘛佮继续去立法院外口绝食抗议。 我绝食，我绝食，我抗议，我抗议！大声向行政院发挥，要求行政院依照10年精算方案拨补基金。全国总伫咧20已经到行政院外口陈情，理事长侯俊良也开始绝食抗议，表达诉求。再一遍利用行政议会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件，再一遍到行政院外口表达诉求，依照10年精算方案拨补退付基金，用10年拨补。 的数字，政府花费的总金额比用20年还省710亿。请问各位，你要用选择10年还是20年？包括代替产业工会、公务人员协会等团体也到场声援，要求政府爱健全基金的财务。希望依照法令规定的精神，第一步先拨补因为新制造成的一个新的缺口，然后呢，接续来拨补。 我们旧的缺口，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基金的永续经营。我们对你就是基于不信任，才会要求你现在马上白纸黑字的承诺，以及要做到他应该要做的依法拨补，而不是持续的画大饼，告诉我们年金不会破产。全国总除了要求政府采取10年精算方案拨补退付基金，也要求政府承诺年金永续，卖离厝年解。虽然行政院安排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员进行沟通。 不过，全教总强调，至少就要秘书长级以上的人出面才有意义。违法集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集会游行法。我现在依集会游行法第25条，第一次对你们举牌警告。全教总伫咧进行静坐抗议，行政院上尾也是无派人出面。伫警方夜排警告了，已经绝食抗议48点钟久的理事长侯俊良，伫大家陪伴之下，转到立法院外口继续绝食抗议。 希望政府会当重视教师的心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